国防部伫今仔日有公布，中国军舰过来到台海七抓。日本防卫省初时也公布，中国的这个电子侦察舰天宽星号的动态，11月30对沖縄湾宫古岛东北方，大概是一个170公里迄个所在。也搁伫咧初时的时阵呢，是伫咧日本的乌那国岛和台湾东北角之间，即阵是落南去到太平洋。另外，军事部长也台湾 ADIZ 也讲，伫天宽星号离台湾上界近的距离，就是伫咧宜兰乌石偏东方，大概是30海里所在。中国两岸紧张的局势搁欠悬，国防部初五发布侦查到共艦7隻，伫台海的边仔在活动。军事 Face 专业台湾 ADIZ 就分享讲，初时有看到共艦就伫咧咱东北角的外海，乌石偏东方差不多30海里对南边去。日本防卫省初时是公布共军的电子侦察舰天宽7號的动态，11月30伫宫古岛东北邊170公里處，12月初時伫釣魚台西邊8公里處，沿烏那國島台灣東北角之間往南去太平洋。长期在这个周边的海域活动，那也会跟着这个像这个美日联合演习啊等等，那甚至是在我们在这个东部海域进行这个武器这个试射的时候呢，这些电子侦察船也会现踪。那或许呢，在这个我们周边的行动，也可能是在这个一系列这个扰台加上这个电子讯号征收的其中一个这个任务。天宽7號是中國東海艦隊的1815型電子偵察艦，有戰術偵察和戰略偵察的能力。學者分析講，中國的電子偵察艦會當佇正遠的所在來偵搜美日台三方的電子信號，做特定電偵引導作戰，佮會當長期來監測敵方的戰略目標，對戰場作戰是真有效。但這擺說佇東北外海的行蹤方發現，無排除是主動的起無空，對中國繼續了台，佮嘛強化防衛能力。無人機的作戰漸漸變作戰場的趨勢。中科院開9億4700萬，在嘉義民雄園區起無人機專用的生產工廠和辦公大樓，按算2025年年底進行完工，初五開工動土，未來會當大大提升無人機的產量。總統蔡英文嘛親身參加，講到嘉義未來會變作亞洲無人機的重點，透過居民的合作，在台灣建立完整的無人機產業鏈。國防部會持續的推動軍用商規的無人機。來結合國內的業者的力量，準備我們軍民通用的關鍵技術。中科院是展出真儕款國產的有精索打擊的無人機測試的影片，包括是大瑞恩、天雲和蘇飛彈無人機，會當執行叛軍戰術來攻擊中國的航艦。針對咱國對攻擊無人機的重視和需求大大增加，學者集中講，無人機採取叛軍戰術會當突破中國真儕戰略的沿海防禦，才能提升嘛改變國軍作戰思維，甲無人機看作是彈藥，大量使用會當減少人員的傷亡，打亂共軍反台的tempo。記者綜合報道。